開始。大家好，我係駐守藍田消防局嘅隊員莊賢偉。喺2026年1月8日晚上6點54分，喺藍田村南圍樓一個住宅單位發生咗一宗1級火警。消防人員喺接報之後3分鐘，即係晚上嘅6點57分到場。其後喺晚上嘅7時40分，將火勢救熄。是次火警當中，消防處一共調派咗12架消防車同埋1架救護車，共52個消防人員同埋救護人員進行滅火救援。事故中有300個市民自行疏散，事件中冇人受傷。經本處初步調查，初步相信火警係與電器故障有關。有見及此，以下會有一段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嘅片段。當大家安裝完獨立火警偵測器，會喺火警嘅初期提醒大家逃生，為你哋嘅處所提供更好嘅保障。乜事啊吓？做乜啊？咁大煙嘅，啲女啊，發生咩事啊？咁大煙嘅，都先着晒火啦！嫲嫲，我哋唔好攞嘢啦，快啲走啦！得啦得啦，嚇鬼死我啊！哎呀，嫲嫲唔好喊住先，我哋打電話報警先啦。喂，係咪999啊？我屋企燒着咗個風扇啊！呢度係旺角施歌舞街。婆婆，係咪你單位燒着嘢啊？係啊，哥哥，我哋啱啱瞓下覺，燒着咗個電風扇啊！我哋聽到有聲就醒咗啦。好彩你哋裝咗個獨立火警偵測器，喺火警發生嘅初期咧就提醒你哋逃生，如果唔係就好危險噶啦。好彩我個仔啊嚟幫我安裝咗個獨立火警偵測器，咁樣咧就冇事咋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屋企有事都唔知點算啊，哥哥。咁你保重啦，婆婆。多謝晒。為咗加強消防安全並減少因火警發生而造成嘅人命傷亡，政府已修訂法例，由2021年9月1日起，所有自願喺處所內安裝嘅獨立火警偵測器，已獲豁免於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嘅相關規管。市民可以自行購買、安裝及保養獨立火警偵測器，而無需委聘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有關工作。立即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，為你嘅處所提供更好嘅消防安全保障。偵測火警，盡早逃生。